毕竟4天外，台南市都会区北外环道路第3期正式通车。市长黄伟哲、内政部政务市长陈宗彦以及多位立委议员拢出席通车典礼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因为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永康交流道已经塞车很严重了。那国道8，每次要这个通勤上下班的时候，也都是跟国道1这个连接起来塞得很严重。因此中间开辟一个这个北外环的3期。第3期都会区北外环道路全长4.8公里，建设经费大约49亿。通车了后，会当有效解决来往市区甲南科之间的车流。上面有国道8的交流道，然后下面有永康交流道，所以说这个这个北外环3期道路也有连接国道1的部分。因此呢，可以看到，如果从南科这边通勤，要到这个台江大道，或是要到沿着国道1要北上南下都很方便。台南市都会区北外环道的第1期甲即卖第3期拢已经完工，第2期目前正伫咧施工当中，第4期嘛正伫咧设计。若是讲一切顺利，全线预计伫民国116年完工。这条做完成了后，对咱整个核心市区，甲咱规个台南市的连结。那个交通的便利性是大大的提高。那也希望说接下来的2期工程能够顺利，那4期设计好了赶快动工，这样子的话，对于台南的4横3纵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条道路通车了后，为安平到南科的时间为40分钟变15分钟，大大减少通车的时间，强化附近生活圈的机能，让台南市的交通愈来愈便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